没有比电视帅啊？啊，你到电视都快点啊！好啦，我跟你讲了，讲的帅哈，接着下来介绍这一位呢，更帅。我哪有他的8%那么帅呢？哎，这个也没有人比他更帅。这一位呢，他刚出道之后呢，他马上就有很亮眼的成绩，从唱片一直到现在呢，在戏剧上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品。那么大家也非常的喜欢他。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年轻一辈的艺人里面少数有的金曲歌王。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的欢迎黄文欣，有请。Hello， 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黄文欣，现在隶属经贸部的新闻台属一笑领风，谢谢。万月是地路，看袂清江空的血河，是的是我的，残发的懵懂，一生情花跳涌，只是最终归宿。看起西路，三勇又在延续。世间求上万千从先得出现路，也去手中安定的河，无悔道，年少气盛踏破天下风云树红，你总是用心意动愿打中，两挥洒定格可好去先别走上坡，黄昏了。虽然一笑天空，亮起了美梦，洒进梦中点点点，是风送的残花的梦动，一心情花摇涌起。是最终归宿，风是雷动，情所中，虽笑破脸不该只是也从中，也去手中握紧的无悔道，年少气盛踏破天下风云树红，你总是。两挥洒，点个可好去先别走上坡，黄昏了，虽然一笑天空，别忘记山河路了换红为你输红，你总是用心意动愿打中，两挥洒，点个可好去先别走上坡，黄昏了，再看尽头天空。谢谢，一笑顶峰。再一次掌声欢迎金曲歌王黄文欣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！哇，你今天穿的真帅。哎，我平常就一直很帅的，只是每次跟你同台，我就会内敛一点。不会啦，真的吗？不会，你是光芒四射啊！真的吗？今天光芒四射啊！四射，真的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虽然卡你一边哦，可是我们两个长得很像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这边你吐出来，你这边什么意思？哎，我刚刚你对我做这意见的哦，出来底无大人啊，你哦。哦，现在讲，看到黄文欣开不开心？开心！请掌声让他感受一下热情，好不好？
看看，你看看，哎呦，敢叫，淑女一点。他偶像啊，你是他的偶像啊？他是你的偶像？是他的偶像，是他是我的偶像，我看到偶像。这个黄文欣呢，最近呢人逢喜事精神爽。说实在话，以他的身份地位呢，志豪跟小紫呢来访问他是不够的。所以现在我要把我爸爸给请出来，掌声欢迎威廉大哥。爸，你家姑母来啊，你爸。爸，你从奸啊！你怎么这一次呢？这一公鸡你也讲这个黑啊！哎呦，这是红土味，你知道吗？红土味啊！哎啦，你看到黄文欣哦，我的斯普林样啊，送过来给侬练啊。你看了你的斯普林样？哎呦，演阿母的时候是三弟吧？好，你来演过阿母哦。我演阿母啦，什么演我阿母？哦，歹势歹势，啊演阮孙啊啦。啊安尼哦。哎呀，伊出来了吼，你班你出来你笑啥嘛？你啊你这两个。我演你孙啊，哎对哦，你演阮孙啊，无啦，你演阮孙啊，你袂记啊？迄个恁老母啊，要含迄个什么人啊泡啊，两个要安怎样啊？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哎呀，啊你从要对做罗马，啊对阮要做罗马啊。安尼哦。哎，啊伊要做罗马，结果吼为着人啊为着来戏内面啊，去互关啊关遐个接断来。哎呦，我做伙困，半暝啊我就失踪去了，到尾我都无看到我咧怀疑。伊也捌参你做伙困哦。哦，安娘喂。哦，你随甲去有伊也约着哦。随甲伊也约着，你话好啊？困你该困，你敢有所在通困？啊有啦，还无。浮遐大浮着。老开大富啊！你这我好朋友好啊，黄文欣，对，黄文欣，黄文欣，这个少年人真正赞，认真打拼，嘿，伊住咧屏东人，屏东人，好吗？共款，啊，屏东人有分人有缘投较歹，迄无法度啦。啊，不过黄文欣呢，突然伫咱的戏剧内面啦，啊是唱歌金曲歌王，哎呦，哇，这个唱歌好听，偏偏唱歌有人金曲歌王，有人就袂晓唱，不是袂晓唱，有人就还袂去得奖啦。没人就嘛做唱嘛。你慢下来，文欣，你发第几张专辑得金曲歌王？第一张的金曲歌王，啊我第一张就没啊啦。我出第一张唱片时啦，我出第一张唱片时哦，我出了，我唔捌用卖啦。真啊假啦？你是出什么唱片？我唱片18条。你看你少年家时阵吼，啊，拢喺迄个所在去啉烧酒，啊，迄人啊是咧走了，早拢落去走迄老歌，啊，咱拢落去唱迄个老歌，啊，你唱歌有诶唱拉客啦，啊，咱就点点咩学别改歌，咱就改词，啊，无黄文欣边来遐个好，伊毋是走迄个所在，伊是边啊迄个天文啦，对啦，同你共款诶，我真我嘛做万谈的，我北部生成的啦，我唔是讲特别讲遐高，像我主持甲唱歌哦，这种哦，无算讲第一名嘛，有第二名了对吧？其实我嘛是你第一名，我现在很主持，即马伫咱的甘美的人生。有看的举手。有看人家唱一好，那么多人。演的好不好？哇，这多人在看。好，对不对？捧下吹嘞。那我在里面叫什么？一定什么名啊？16多。我真正听无咧。我翻译一下，我嘛听无。小等一下，伊叫什么名？赵许多。哦，对，赵许多啦。对。我听许多，我来看，你著听有对不对？16多。啊，伊这个会后手无？做义工无？无啦，伊走来破处配田公家伫舞台上做义工唱歌，互恁听啦，好无？爱记你啊。哦。好。今年还袂娶我。哦。会使征婚者，我著替你征婚是可以征婚啦。无啦，我有一个囡仔。我抢今年啦。今年哦，后婚哦。有啦。哇塞，安尼请问你娶几个啊？你我袂使，我袂讲。伊袂使讲啦，伊有心啊你啊，你莫讲啦。你那老爸是上都唔知咧。到今天唔知，许志豪你要注意些。哎，安尼啦。好啦，你讲啊，温馨哦，就无偌久，咱恭喜这个会喜出连连，啊，会喜剧有真好的这个表现。而且呢，我跟你讲啊，有个小宝贝了，对不对？ baby 要出生了，很好，演唱会也刚办完，对不对？好厉害！我也不对啊，你现在做神秘嘉宾，你叫神猪。哎啦，啊，加追啦！咱们继续咧啊，期待咱黄文欣的电视剧啊、电影咧啊，所有全部所有的作品咧，啊来甲阮支持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阿妈做播吼会保庇你啊。我知道。啊，你若配天公咯，咱的内底面有一张树啊、香树啊，你咧个入啊，袂歹。安尼讲好。好，哎，这个入的呢，那你后壁含迄个妈祖完咧起来，规张好好，安尼啊规个吼啊刻起来，啊伊迄根啊，
啊，含要内底迄灵气拢有灌输着，灌输着。啊，一般人去拢阮撸，嘿，撸到迄阵时我讲，嚯！啊鸟哦，我筋骨我都免抹保养品，无搓脚，拢无脚，啊，大家人拢安撸咧，拢安撸咧。对，你有一路啊？有一路。哎，等下哥哥，没撸头前，你有没？录掉安娜。撸了安怎？因为我刚就看到一个妈妈啊，抱因囝伫遐录啊，我唔知伊啥。撸了连水较有啦，有影啦，迄保平安啦，是啦，因为迄有加持着。哎呀，咱有影，咱的妈祖婆呢，伫咱的台湾讲台湾就好啊，即个庙宇内面呢，啊妈祖婆呢算上最，妈祖算上最，迄落咱的迄落庙宇，啊过来就王爷啦。所以咱每一个所对咱的妈祖婆啦，的信用呢非常的好。哎啊，大家就有啦，大马、二马啦、三马啦，哎啊，每一个人呢，大家就祈福伊，啊就拜托，啊什么代志，冥冥当中啦，人讲有拜有保庇啦，嘿嘿，啊这冥冥的咧，啊唔这个力量哦是无同款的。对不对吼？所以讲一定保庇，互你愈来愈好，愈发达，爱去做。演唱会阮三个会使主持吼。若要票卖无好啦，叫阮其他那袂较好啦买。你别给我拖累吼。对啊，就是给一点拖啦。你去主持，我去出分啦，好不好？你出分，我出菜了。来，我这边挂起来。接下来安排好这首歌曲。好，哎呦，好好听哦，真的，这首歌，我的天哪，我好后悔那时候没有办法跟他对唱这一首。所以你现在要唱阿刚是不是？什么歌？三心二意啊！你老人啊，你知道你这个怎样是少年哪个歌？我当作野歌呢，两个男生的对唱。所以你现在要唱这一首，台语版的左右为难，台语版的左右为难啊！我呀，你敢讲黄梅调有点真，你敢讲左右为难，记得？背条我呀，后来来，掌声给我们黄文兴，黄文兴，谢谢。可以到台下跟大家互动一下吗 ？Hello， 我先从这边好不好？嗨 ，Hello， 可以跟他拍照。心行
心有时间，予人三心六意的爱，找一个平静所在，是我有应该。拜你阮是你怀，就像是阮怀着陷阱，款来来，让我来受着，是你的谢谢，这首身心两意，今天非常开心来到黑天庭这边与大家相聚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我的 Lucky 非常幸运的歌曲，带给我好运，叫做《天地》。谢谢。大家会唱吗？会唱一起唱，好不好？早已看渐渐变，也是这种爱在我你是我的天，藏在心内的我对你讲过，早那大声拢是假，由头到尾心内总是一句话。你是我的家，感谢每暗陪伴为我抱妹妹。天是咱的一个家，为我你牺牲遐尼多，虽然你不捌后悔，过去放纵我的。心行过，天是咱的一个家，为你路坎坷也着飞，感谢你胜过一切，今生今世，认真打拼天地。笑着讲咱一切无问题，你是我的天，藏在心内的我对你讲过，吵闹大声拢是假，由头到尾心内总是一句话，你是我的家，感谢每暗陪。虽然你不捌后悔，过去放纵我的良心行过。天是咱的一个家，为你路坎坷也着飞，感谢你胜过一切，今生今世。天是咱的一个家，为我你牺牲遐尼多，虽然你
谢你心过一切，今生今世，认真把命听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！谢谢嘉诚，谢谢黄文兴，谢谢。哎，谢谢我们的黄明星哈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们在演讲。